每一天，无输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2月初4，列王记上卷8章51节安尼讲：因为因是你的子民，你的产业，是你对埃及、对柱体的火炉中救出来的。三角来祈祷，对柱体的火炉中救阮出来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古早、现在，直到将来，永远信实，永远公义，永远疼痛，永无改变的全能上帝。主啊，阮的心较无你，亲像鹿较无溪水。主啊，我要将你的话藏伫阮的心内，时刻思念你的话的奥妙，免得阮来得罪你。主啊，阮伫世上有济济苦难，有时这苦境，互阮亲像伫火炉中受磨练。主啊，总是你要互阮脱离这困境甲苦难，因为你要甲阮同在。主啊，因为阮是你的子民，你的产业，是你对苦难、对主体的火炉中救出来的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